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心得的朋友就是这啦。今日你要好好啊表现。你有看过阮的节目无？有啊，有啊！你敢知阮的节目是爱讲国语还是讲台语？讲台语，讲台语啊！你的台语好无？也会使啦。也会使，安尼今日要考你哦，你要好好表现哦。赵老师，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要招问神，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也阁有新得来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虽然秘书也阁有紧张，也毋过来到这，就是爱欢喜讲台语。啊，我最近想要去新竹省。听讲新竹的有真侪特殊的在地好食物，我想要来考看卖新竹来的小朋友。我等下若是讲着在地好食的物件，你着跳一个；啊，若毋是，你着原封不动徛条条。好，准备好后，听好势，水润饼。这路边，嘿，跳起来，赞哦！在地无毋对，肉丸。肉丸，哎呦，厉害！最后一题，米粉。嘿，有哦。给你一个掌声鼓励。搁再来，要摕到宝藏无这么简单，爱摕出你的精神哦。即马摕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两山红梅山队出马。欢迎公。小朋友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啦。哦，啊，恁拢是几年仔的小朋友啊6年的， ？6年的哦，4年的。姓倪啊。哦，我即马最近咧做笔记啊。吼，你记录讲吼，到底恁遮小朋友啊，来遮算遮关卡，迄个成功的几率有偌大？啊，你有看过阮的节目无？感觉这一个游戏较好耍。那个接鱼哦，接鱼啊，接鱼啦，接鱼啊，新鱼啊的咧吼。走，接到，啊讲台语，这你较有印象。安尼看起来大家拢真有想法。第一关的考验要来啊，有信心无？有。好来，准备接招，起来ka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未啦，未开始啦，还没有未开始。免着急。歹势。唔要紧。我等下恁个拢足够走的，嘛足够神的。请问者，咱这探险队员，恁介意什么色水？哪色？你爱哪色？女神，你是嘛有介画图？啊，你拢爱用特别定用什么色水你画？敢有？哪色？嘛是哪色？啊你咧？我介意白色，白色。嘿，敢若我心赶快纯白。听落啊，唔要紧。第一关，希望恁通啊摕到一个金箍箍，真正要开始啊！开始就通啊冲啊吼！准备接招，起来ka！好，较头前的哦，等一阵，小头前。先好。看下讲，四季哦，唔是四气，你甲你教，是啥物？无你甲你教。好来，新的，比白。嘿，皮白，来啊，加油啊，彩玲加油啊！嘿，无过头啊，来，有心啊，差一丝啊，开始啦。应该，
食啥物？我唔知。食啥物拜树头？你定定厝的，捌听过？无。无，好，好，是是。好，是。哎，我天，你若是寒的时阵会穿啥？我天，好，无要紧，咱要甲你讲，外塔。我天，快点！嘿，无唔对，真好，高注。意，女神加油！嘿，有啊有啊，好惨哦！唔知，好，无要紧，咱要甲你讲。喵一个，爱记看镜头。喂，无对，来，开炮，喂，有哦。哦，冰，嘿，对，河冰。哎，差一丝啊，来，女神加油！看好，上准哦。什么花？较大声的讲出来，我紧。太阳花，嘿，对，太阳花，太阳花好，注意，也是会当讲叫日头花。结冻，好，结冻。好，喂，准雨，准雨无唔对。来，加油哦，还有要30秒的时间。跳出来，跳。好，不要紧，好来，咱两米豆豆哈。好，哎呀，有哦有哦。唔知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要甲你讲。哎呀！过来，过来，将军。无算啊，时间袂有，要紧。咱一个来，头先有讲到无讲到的，迄安怎念？毋是四季，咱做伙念四季。富贵，一年有四季嘛，春夏秋冬。啊，食啥物拜树头？规矩，食果子拜树头。啊，咱若寒的时阵会安怎？青蛙头，青蛙套，头，蛙套也是。啊，咱是通啊念瓦塔，哇，塔，瓦塔，做念一个。哇，塔，有啊，捌听过无？有啊，即摆听过，即摆听过，之前恁无听过，还是拢瓦套听过一概尔，瓦套较济，嘿，蛙头较多。瓦套较济。哎好，生菇，哦，什么时阵？也是倒位定定生菇？淡淡的所在，淡淡湿湿的所在，较会生菇。冷风，凉风，阵阵的凉风。咱做伙念者，冷风。凉风。啊，来看觅恁钓到几题？拢总钓到6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扣扣。加油哦！第二个关卡需要体力，需要照我讲，需要形容。好啊，加油！准备接招，进来ka！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方2名的人爱用形容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记住哦，形容的时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哦，我这金光闪闪的金箍箍，想讲要摕来送恁，啊，真简单啦。恁若是吼，我讲出来会欢喜，啊，你通啊讲台语，就通啊送恁。动物看真济，我先问恁第一个，毛毛虫咩啊讲？糖啊，糖丢丢一个，什么？气毛糖，气毛糖，气毛糖，无唔对，破下吹者。哎呦对哦。啊，另外一题，蝌蚪，豆乖啊，哎，我这边有讲话啊，读啥？到啥？豆乖啊，哇，那这个破下吹了。金箍箍啊，咱咪来传，这两个词应该是无遐尼啊简单的，竟然大家拢会晓讲。啊，你那边是倒一个小朋友讲出来？我两个小朋友拢有呢，做伙你来用的。那这个啊，啊，啊，恁先收起来。要考试的项目就是，恁爱对大排甲细，大就是1，细就是6。好，啊，恁爱互相讲，啊哪讲哪形容，讲愈济对的机会就真大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好，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，开始。耶，紧看。你新冰上大爱是啥？白色的，有甲，四支卡，有甲，毛毛，毛，啊，伊的肉会使食，伊的肉会食。啊，你甲伊讲一下，咱啊，佫有一个味哦，伊的肉佫有一个味，伊肉有一个味。咱这冰上大的，伊的片仔足长的。边仔足长的应该有好，啊。你
安尼恁片仔就等下摆第一个。第一个，排第一个，排第一个吼，好。恁第二段是啥物？第二段等一下，我先摆好。第二段。好，来，该讲一下，阮这边第二段是啥？好。伊片仔迄边有一个角，哦，伊片仔顶方有一个角。啊，搁有无？什么色的？什么色的？伊是朴色的。肤色的。哦，肤色的片仔有一个角。恁遐较大。你也较大啦，所以恁排第一甲第二金。二号。你好啦，安尼来，恁遮爱排倒。多姐，这排无对上细，你讲问伊上细，问伊上细。啊，恁上细是啥物？阮上细是啥物？好。啊，你时间少一个，剩1分钟啊咧。啥？伊是一款糖，一种糖哦。上糖。啊，你这边的，你这边上细。会跳，啊，好，伊伫高啊顶。高顶拢会细。恁迄边的应该较细。好，安尼排伫上尾，紧这边的。嘿，搬咧6号，搬咧6号。开几号？嘿，好。好，啊，伊搬5号，你啊，再来。阮这边这边开几号？阮这边去5号。开5号。好。第二说，你搁讲一个，互伊听。伊的片仔遐有一个角。哔哔。你啊，我紧继续搁听者。是朴色的。肤色的。现在摆。好来，你改倒摆。我讲摆，阮你咧的。放倒位？哦，无你放伫你4号。阮的1号已经摆啊，片仔上长，足长的迄。好。 1号。好，时间到。这个过程哦，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到底对啊唔对咧？咱做伙来看卖下者，因来讲。真正想袂到，竟然有一只羊仔无厝通好转去。到底伊厝伫倒位啊？对大较细，咱做伙来看卖下者。第一项是啥？做伙念。枪无唔对，应该是上大。枪安怎形容？ 就是伊的片仔足长的。片仔足长应该是关键的，无其他动物片仔足长的吧？无咧。敢搁有？无啊，片仔上长的就是枪啊。就是枪尔。咱来看卖啊，另外一个这安怎念？西牛，无唔对。头先有讲到啥？伊的片仔遐有一个角。角，无唔对，真好。啊，搁有，伊是啥物色水的？朴色的。哦，足够诶，朴色。啊，过来。这3号要安怎？康，该客去哩。无咱搁甲送转去好无？来，咱做伙甲送转去。来，哎呀，妹，总算是要转来厝的啊。拄啊找无咯。好，咱来看卖啊。西牛敢有比羊较大？羊有吧？有啦吼，所以摆伫即个位置应该是无问题。啊，恁头先是安怎形容羊啊？互因听的？都白白啊。白。有毛啊。有毛。啊，会使食，啊，伊的肉搁有一个味。讲了真好，啊，毋过就可能无迄个时间去甲藏起哩，就对我啊。听清楚。好听清楚，咱看卖啊。羊啊有比徛鹅搁较大无？有吧？有，绝对有。徛鹅，咱拢啊无机会讲到伊，对毋对？对。拢无讲到。拢无讲着。安尼，女神，若是你看到徛鹅，你要形容互别人听，迄种恁的所在。是毋是？有信袂晓飞。有信，但是袂晓飞。徛鹅差不多啦。好，羊啊比徛鹅较大，啊徛鹅敢有比草莓啊较大？哦，草莓啊，佮通安怎形容？伊有一条囡仔歌啊。草莓啊，人家讲，去跑起啊！哎呦，拢响呢。啊，即摆上尾，上尾啊，咱捌顾退后一个。草莓啊，敢有比沙漠佮较大？哇！沙漠应该是上细啊。啊，头先你安怎讲？恁水摇着，就是会跳。会跳。啊，搁有伫狗仔顶面。伫狗顶面。无毋对，5题嘛是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袂歹哦，有咧转来哦。即马要进行上尾关哦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
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好，咱头先有讲到嘛，一年有四季嘛，春夏秋冬，因为即关爱靠反应。无即马咱简单先练习者。好，我若讲到相对应哦，春天通啊做的代志，春天。恁就通啊回答春夏秋冬。好了，彩玲，秋天，秋天会做啥？秋天。行吗？秋天。烘肉对无？烘肉拄好是中秋节的时阵，吼、我要来出题目啊，听好真足哦。请讲出相对应的运动，有球的甲无球的。有球甲无球的。运动百种嘛。哈，你简单讲几个，无球的。无球的。跳差不多跳悬。游水。游水对。相扑的。迄落小燕。小燕，差不多要。对，你要讲完了咧？我那一直讲啊。好，来。是无球的啊。天大家，有球的。有无球。好，对。无球的。招标。招标。好。无球的。无球跳悬。好。有球的。拿球。水。无球的。小燕。小燕，好。有球的。羽毛球。哦，讲过啊，唔对。无球的。游水。游水，好。游水。对。有球的。有球的。野球。野球对。好，有球的。网球。网球。好，网球，好你过。无球的。跳绳啊。跳绳啊，水。无球的。无球的跳水对，跳水比赛。无球的。踢马。踢马会当，骑踢马会当。踢马会用啊。有球的。有球的就是球。无球的。踢马会当，骑踢马会当。踢马会用啊。有球的。有球的就是球。有球的就是球。乒乓。啊！你快。啊，够啥？你头先伫边有想到？有球的哦。系啊，有球的。就是卡球、乒乓。啊，个高尔夫。啊个。小白球。无球的，你若举重。无球的。举重。野球链。野球链啊。野球链。啊，个有无球的？敢有？无球的。下棋。小拍。射箭。哈？小拍就8胜啊。拢总摕到12题。无金牌无。差一题你嘛知影？差一题尔啦。来到我一关啦吼。王伟。好，第一步就是讲出有手甲有骹的词。啊，第一个有手，手指嘛，手拳，啊骹骨、骹盘，吼，想好啊，要开始哦。这困难呢。骹头夫。手。空手道。哎呦。骹腿。手指啊。还有。骹盘。骹盘。骹个啥骹？手表。好，有。骹球。这无啊啦。手环啊。环。会用诶。肉骹。手指头啊。好。卡马奇是安怎？骹头有讲过啊？骹盘嘛讲过啊？无时间到。骹个有啥？骹踏
车，脚踏车哦，脚踏车骹盘，卡盘，啊，脚踝，卡巴，卡巴，香港卡。骹较少吼。好，来看咩？即关互恁摕到半个，终于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有两个金箍箍，摕2届保中的机会，几率有一半，介大啦。啊，毋过到底摕得到，摕袂到，现来教。2届的机会，女神，你想要选落倒一个动物？你感觉？较大声的，东北山牛，长尾山牛。山牛啊！啊，恁其他人敢有啥物特别的意见？伊要选落长尾山牛，恁感觉？你买无？即摆无？要先选无？长尾山牛好无？啊，你手轻轻啊，甲扛起。咱看卖女神选长尾山牛，保重敢有伫内面呢？请起来。好，我也是。无，好，不要紧，无还有一紧着，届机会吼还。有一届机会，恁小讨论一下。应该你敢有其他的想法？你想要选倒一个？就是运气啊。嘿，运气哦。运气啊！嘿，我嘛知影是运气。即摆是剩1/3啦。嘿彩玲，你感觉你要选啥？玫瑰了，玫瑰玫瑰咯啦嘛。哎呦，开金喙啊！好，玫瑰咯。玫瑰咯哦。啊，恁呢？恁感觉咧？竟然伊要选，安就就选，好啦你。哎呦，尊重妹妹的意见就对啊。啊，若是无对，搁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伊已经摕到一个啦。伊若是搁摕到一个，就2个金箍箍啊，啊，就袂歹啦。嘛是袂歹啦。先不要弄。较紧咧。金箍箍伫遮，确定？还是要选就好就好，拄只。不像不像有讲对拄无？只卢星，毋是讲伊介意就好。我已经送恁一个啊，我已经足明显的，应该是无伫伊玫瑰落遮，啊，就好甲就好哪里就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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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较紧咧哦。就好甲哪里哦。所以确定就好。好，请起来。哇，掉奖啊，满奖！下起来！恭喜！总算是得到啊！真无简单，真无简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啥物？好，这是啥？这是啥物啊？人伫问啊，这是啥？小介绍一下。就是非常厉害得意，啊是吼，甲咱这个台湾上好食的物件，拢放伫内底哦。吃的小假米，嘛说恁身体好食的物件，嘛拢放伫内面。这招同学做伙耍，真好耍，大家拢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迎讲台语。